有冇試過 project 喺手，老細日日問你就日日拖，學生哥交 paper，打開電腦準備寫，點知玩東又玩西，一粒字都寫唔出，最後 deadline 殺埋身，通頂趕工，仲有日日夜夜提自己話要做運動減肥，點知日日有唔同嘅理由令自己攤喺床上。我哋知道眼前有嘢要做，亦都知道唔做會有後果，但點解仲會有拖延嘅習慣呢？唔好以為拖延淨係單純因為懶，其實同心理狀況係有關。缺乏自信係原因之一，可能擔心我哋唔夠能力做得好，擔心自己會失敗做唔好，俾人批評，所以寧願選擇唔去面對。我哋叫呢啲做逃避拖延 （avoidance procrastination）。而第二點，原來同我哋嘅大腦有關。當我哋面對唔想做或者困難嘅工作時候，自然就會產生一啲唔愉快或者係困擾嘅情緒。喺呢個時候，大腦為咗保護我哋，就會選擇逃避面對，舒緩當刻情緒。甚至有研究顯示，原生家庭亦有機會造成拖延嘅恐懼心理，例如長期喺一個施壓、懷疑、掌控、依附、疏遠嘅環境下，係有機會影響自尊，引發拖延。咁點先可以解決拖延問題？心理上，我哋先同自己講，工作表現絕對唔等同於自我價值，嘗試去建立信心，相信自己，欣賞自己，甚至乎去包容自己。即使有一啲位我做得唔係咁好啊，唔會世界末日㗎。行動上可以將工作分拆成為唔同嘅細項，先做一啲比較簡單、容易處理同埋快速完成嘅工序，然後剔，你會發覺自己心理上面會開心啲，滿足感大啲，動力都會大啲。完成成個項目之後，不妨獎勵自己都有幫助㗎。由於每個人都有唔同嘅性格特質同埋引發拖延嘅根源啊，所以可能需要用嘅方法都唔一樣，有需要揾專業人士幫下你手啦。